上宗就是讲，上宗呢，这就是讲爱执行，爱执行。大家诸法无事的四个代志是拢爱做，拢爱执行。你有坚强，你后日来对法，后日你就好人救度众生，甘愿咱去甲想，甘愿咱去甲想。所以呢，唔是讲假啊，还是想出来。更何况金刚经甲提到，如果有人说不是这这是魔的，那是今天下的金刚经来安尼讲啦，那个提到讲，如果有人讲不是这，或者是对的，这样是可能真正经的人来讲迄无正经的话来讲无正经的话，那么这所谓讲呢，这边的讲呢，因为佛会存合先如来，如来就是没有一点的原来，如来对来咱来，如对来咱来，但每一点的地方是啊，你不可能这个咱唔知，所以咱既无透过修道，无透过经历去来体悟，咱是唔知话这个，是咱的前人家来讲，你要追求你这个家人，到底真正这样，就可能在咱的地位去来想，咱去来做，人讲信义不可信义，是没有先两明变，自身的本体无生它无变，所以讲这个事是归空的，然后这个界看着这个事顺着这个话来叫，事也太大，唔轮回咧，是有咱这自身去轮回，无去啊，这自身是阮来去咧，去轮回你辛苦而行，所以呢，为安怎解脱？如此的自在解脱，才是如来清净相。咱无了解生，也无了解死，所以咱来面生是对啦，咱就知到尾咱才讲我世界是对的，这样子呢，咱如此的自在解脱，才是如来清净相。咱若法堂研究生是对来，咱就要从后面世界去做到等于，安尼呢，这才是清净相。何况一切拢是空境，世间一切看见物件，这拢是空的物件。这就是如来是真正清净道。你看开看这物件，世间这境拢是空的，这是真正咱是成本的清净道。哪有光靠清净就可以证明如来可能呢？是讲靠这个清净道，靠这个清净道，就咱后日正可为就无做这个代志。干嘛这时间来讲地主会听自在一文，我来等你呢。阮咱皇帝一定会讲愿书书笔加上当然恳求为您来书笔书笔，只是必要，只是需要，只是话你安怎修身这重要物件，传道中中，我爱当变这个皇帝在，这真正学道者，甚至讲在真正学道的人譬如一点年前8000点，现在一点会，来英国8000点就会结束。像我咱当然多人，这个做这个，我跟着其他多，但做到了这样，人家改变，的人拢会当真正了解，明无尽，真的的人，大家拢足清楚，看出有诶，拢对咧道理真理内面无详尽的了解，所以做代志在来讲，都无明暗，都无明无暗，都无个暗都不能政府拢明的所以就是这来讲，都无明暗，明暗是这个大家的意义，明暗是咱自己道理的正宗上来讲，都有变到暗名明明无尽，都不能是明明无尽，拢是。亦是有情，你若要甲讲有情嘛是有
相态不言，一只虽然讲啊，讲顶一只就一只有对态啊，哦，有紧有用啊，有根有暗啊，哦，有悬有低啊，有高有低啊，所以这是相态不言啊。过前面简单讲，法无有比，相无相太过，反而本来就是比。你若是比，就是讲出来拢是法啊。你若真正落去无相内面呢，这拢是真。所以这时间来讲，这简单简述，时间长些，搁再问啦。这位地主若会讲啥事，皇帝必定会问啊。唔讲我我有没有他到一寡相机了法啦。所以呢，爱往利用大师慈悲开始啊，利用大师慈悲开始者，为地主指点一寡生活的教义。我地主呢，真系形成了后，会当分别。皇太后甲中宗皇帝的面前来交代，而且还可以将你的条理来讲互中作者都大结连，大家拢知影。就好比咱这个名典连传养眼了几百载、几千载的天会这样，是我往变成公年了，他得意样，把其意见是拢这样。生活已经黑暗的社会啊，捌钱了后，突然黑暗进入公民了，而且一直讲，一直传下去。说公民名无穷无尽啊，说这公民呢，咱无穷无尽呢，可以这得到世界大同的境界啊，真像奉献员讲乐也安逸，朋友是小家为是稳定的，所以就做大家来讲啊，作为本体是无黑暗。甲公平不变，得本来无分黑暗甲公平啊，无分啊。公平甲黑暗呢，咱咧讲公平甲黑暗呢，只是大家一个因素之一尔。因就在你心中呢，无讲拢面，也嘛无讲拢是啊，这是一个心平大家咧尔。原来暗就是啊，春来啊，春来啊，当就是啊，这是这个道理啊。天哪来呢？春就走了，这个顺归循环就是安尼。所以原来是暗时啊，暗时即原来啊，所以是公平无情啊。其实呢，那无用的公平，就是才是之外，我们大家拢真正足了解这个真理啊。但了解这个事，当然是公平无情啊。可是不足的了，哪里不了解？所以这只不过。是一种相对的因素之一啊，来讲有理有恶，有理有敦，这是个道理啊。有敦法有教法，这是道理。所以呢，如果一点来人家讲，佛法是无比例的啦，佛法无当去比，无当去比，因为绝对是没有对待的嘛。因为佛法就是绝对的，那么绝对呢就是无比咱人家就相对性。相对这个就一定就是对他，所以有乾有坤，有人有女，有大有小，一定就是个对台。而这个对台来呢，咱国常打破这个对台，所以咱继续要做每个等级啦，很喜欢。咱呢一定来，好好打枪，好也了解，咱家我就咱朝鲜了解，不一样。这就做为人做出来，咱讲讲这物件，拢讲嘛足简单。你无非就是要很了解这个，了解你自身的本质，互你这咱对你自身本质起心，用你的中心来做你主人。我想讲，上述道心先为一心之主，以人心为成名嘅。我们了解咱顺的，传本就发表，顺的咧传好地嘅。就传人生意为，就先以为先为跟着发展传承，这个做咱中国的生活，会自家的生活，传承。道心就是美的作秀，人生不一样，人生意为，咱若是真了解道心咱人生呢，一定要为先为，只要先为先，那都是一年来的。中南市的，温习大学的。
现在到我们的也很喜欢来了解，这样对咱就来讲到这恳求咱有时间先了解点的，这个王天是写一本的，写来做简单好，现在讲嘛无时间，看过来就写完了，过来写来呢，反正我们做多进就变我还没写，也是常常去打表这个嘛，拢再看他跑来，我知道到来到这边这个经过了，那个这下子这个安尼无法做，所以恳求。在这之间的观念大家不是安尼，咱大家有时间互相研究，互相切磋多啊，中央来讲，有切磋者有法的，你讲我讲是需要，我经过切磋多哦，咱来执行工作，用心会当做咱主人，用心若会当做咱主人，咱一定最后要做如何？这点不了。最后。我做咱大家身体健康，道路方便，感谢咱，感谢。大话随时。感谢队长提的田道夫、孙道夫。第三项5标米前3公里前到公，再1公，3公，感谢队长支持1公，孙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感谢队长支持1公，10架项5标米前3公里前到公，再1公，3公，10架前1公，10架前1公。孙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10架前2公，10架前1公。Kamu supi,